家己有一个姓陈的查某人，甲伊的朋友请旅行社帮因组团去克罗埃西亚佚佗，也毋过当地旅行社说讲，因无收到台湾旅行社的钱，所以爱因伫当地付钱，才要继续行程。针对这事件关公署嘛已经在调查咯。为家己来姓陈的荷兰人总共27人，家己组团请旅行社规划克罗埃西亚行程。离境进前，说互当地旅行社，用无收到台湾旅行社款项做理由，要求因个付钱。最后，因先付新台票187万外。姓陈的荷兰人写面册，被评伫当地什么人来救咱，才会入乡。观光署介入调查，切次会去旅行社进行业务检查。他的契约有没有按照规定签嘛？该保的保险有没有保嘛？那中间的款项的付款状况，我们也会进行了解。初步了解两边讲法，旅客表示台湾旅行社无付相关的费用，造成当地旅行社无要行行程。同时，旅行社表示，因为雄2天风台价造成汇款时间差。观光署表示，若旅行社有违反消保法或者是观光的相关法规，会依法裁罚。根据了解，这旅行社是用客制化邮程为主，经营差不多20年。拢以自顾客介绍较济，网页顶悬也无套装行程，拢是照人客需求来规划。留好相关的缴费资料，以及签订旅行契约书，回来台湾之后，能够向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提出旅游纠纷的调处。丢包的情形，它是有针对业者的恶意程度，除了呢这个旅费的赔偿之外，它还有额外的惩罚性的违约金3倍到5倍不等。消基会表示，依照旅行定型化契约，就算是客制化行程业者宣传的单啊，甲游客约定的行程，拢是看做契约的一部分。消费者若保存相关的单啊，搁伫个被评伫当地时阵修正，因组成甲原本行程无同，所产生的费用。回国了后，拢影响主管机关申诉向业者求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